水瓶座會受到老細嘅欣賞，雙子座要學識配合，獅子座嘅秘密會被發現。大家同你揭本周星座運勢啦。Please stand behind the yellow line。大家好，我係阿 I。10月尾嘅時候咧，就講解咗11月份嘅運勢啦，好難得可以喺未到11月嘅時候可以10月尾講到嘅。咁啊，今個月咧，除咗有5星逆行之外，仲有天王星交棒啦、木星逆行啦，同埋水星逆行嘅。所以點解咁提早去做呢個11月份嘅運勢呢？就係大家都知道11月份真係太難捱啦，難捱到咧，阿 I 決定都要放多少少假去逃避一下。咁放心，唔會影響我哋咧今個月嘅星座運勢出片嘅。咁而家 I 咧亦都非常之建議大家加入我哋 IG 嘅星座專區。咁嗰條 link 咧可以喺下邊 description box 嗰度見到。因為咧始終有時咧未必真係太多時間可以做到直播啦，或者發布啲文章啦。咁啊，希望咧大家加入咗呢個 IG 之後咧就可以咧突發性啊、間唔中啊，阿 I 咧就會講好多關於星座嘅資訊啦，又或者咧幫大家免費占卜都有嘅。不知不覺已經嚟到11月中啦，剩翻最後個半月嘅時間，希望我哋一齊頂硬上。如果你係第一次聽呢個 channel 嘅話咧，阿 I 最主要每一個星期日會同大家分享嗰個星期嘅星座運勢，而且每個月仲會開直播同大家講解月份運勢添，亦都會即時解答大家嘅星座問題，有時仲會同大家開直播心智台做個人占卜添。記住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同埋撳低下邊嘅小鈴鐺，咁就唔會錯過阿 I 嘅最新影片啦。好，我今日先講翻呢11月10號去到11月23號嘅2周星座運勢。首先最重要，當然就係水星逆行啦。冇錯啦，水逆嚟啦！11月10號星期一已經係我哋水星逆行嘅開始啦。我相信咧，其實大家11月頭嘅時候咧，已經感受到今次水逆嘅厲害啦。畢竟咧，水星呢個停滯期相比水逆咧，應該更加會有呢一個水逆感。嗱，今次嘅水星逆行咧，將會逆行去2個星座噶，分別咧就係人馬座同埋天蠍座嘅。所以如果你太陽上升月亮係人馬或者天蠍座嘅你，恭喜你哋啦！你哋今次水逆嘅主角。雖然咧今次水逆其實都幾短嘅，大概係11月10號啦，去到11月30號，即係大概短短21日左右啦。咁但我相信咧，今次呢個咁短嘅水逆咧，都足夠玩殘大家噶啦。畢竟咧有水逆再加埋木星同埋其他行星一齊逆行，5星逆行咧，咁啊一如我喺11月份嘅運勢直播所講啦，今個月咧絕對係2025年最難捱嘅月份嚟噶。咁啊，當水星開始逆行嘅時候咧，大家就真係要注意下你嘅溝通能力啦。出門旅行嘅朋友咧，就更加需要注意你哋嘅交通問題等等啦。另外咧，我都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自己身心靈方面，會唔會有好多黑暗面突然間飆咗出嚟。嗱，個人見解咧，今次嘅水逆咧會集中攻擊喺我哋心靈雞湯方面多啲噶。簡單啲嚟講咧，就可能係攻擊你嘅目標啦、夢想啦、自我嘅價值感覺啦，追求一個好深層次甚至係潛意識嘅自我黑暗面等等嘅嘢。咁所以咧，我非常強烈極度建議咧，大家買阿 I 嘅設計款，因為咧阿 I 嘅設計款包括係水逆設計款啦，同埋守護星設計款咧，都係非常之啱大家用嘅。再加上咧行星逆行啊或者水逆啊，經常性都發生噶啦，由2026年啊、2027年啊，甚至去到2046年啊，永遠都係唔會停噶。咁所以呢個系列咧係足夠大家用到咧老噶。咁所以咧我就非常之推介你哋買我嘅設計款啦。咁當然啦，有興趣嘅朋友都可以喺下邊 description box 嗰度咧了解更多。嗱，如果提一提你哋吓，如果你哋喺11月份睇過我嘅直播嘅話，你就知道咧買我嘅設計款係有優惠嘅。另外啦，11月12號木星咧就會加埋一齊逆行噶啦。咁啊成日都話啦，水逆只不過係感冒嚟嘅啫，即係發燒啊、流下鼻涕咁就冇嘢噶啦。但係木逆咧就真係真真正正嘅大佬啦。而今次咧嘅目標仲要係木逆在巨蟹座，但係因為就係木星逆行，反而咧就係呢一個逆行令到大家本身過度嘅敏感性轉為比較理性。畢竟咧大家咧嚟到年尾嘅時候咧，已經發生咗好多工作上面嘅困難啦、苦惱啦、愛情嘅煩惱啦、家庭嘅煩惱啦、人際關係煩惱啦，都好需要咧大家
去用一個理性嘅層面，再配合埋情感，互相去解決嘅。咁所以咧，今次嘅木易咧，絕對係一個好機會，就係平衡你哋嘅理性同埋實際啦，同埋感性去解決啦。另外啦，去到11月19號嘅時候啦，水逆咧就嚟到下半場，亦都係阿 I 嘅星座天蠍座繼續逆行啦。所以我19號之後咧，應該會消失喺呢個世界。咁啊，19號之後天蠍接棒啦，再加埋咧天王星已經交咗俾金牛座，我相信咧大環境咧都會發生好多關於金融啊、財運啊等等比較明顯嘅浮動啦，同埋轉變。嗱，嚟到年尾啦，大家中意使錢使得多啲嘅，因為可能去準備定 Christmas party 啦，可能年尾嘅時候咧凍又想買多啲衫啦，等等，咁啊大家咧記住要留意自己嘅荷包夠唔夠錢啦。好，我哋先講翻呢2個星期個別星座嘅運勢。首先呢，就係輕鬆開心嘅組合啦，講咗開心先，分別呢，就係水瓶同埋白羊座啦。先講水瓶座大家先，水瓶座嘅朋友呢段時間呢，你老細呢係非常之喜歡對住你噶，簡單啲嚟講呢，就係老細緣或者上司緣特別好啦。你老細成日都會睇到你噶，無論你係好定係唔好，佢全部都會睇到你。咁當然啦，梗係希望呢你嘅好係俾佢睇到啦。嗱，我會建議你哋呢改變一下你哋嘅形象管理，包括呢可能就係改變一下髮型啦，化下個靚妝啦，甚至可能打扮上面醒目啲啦。透過你嘅形象改變呢，即係先敬羅衣後敬人啊嘛。你個形象改變咧，亦都會可能令到你老細或者上司咧對你信任啦，會多咗，甚至咧會監察你少咗嘅。咁呢段時間咧，其實水瓶座會有貴人格，所以唔需要太過擔心。不過咧，始終仲係逆行緊啊嘛。咁要知道咧，有時咧你嘅表現咧就會好影響你嘅收穫啦。你要記住，你嘅收穫多係因為你嘅表現好，而你嘅收穫少當然係因為你表現差啦。無論你好定唔好都好啦，我都非常之建議水瓶座請努力去張揚同埋顯示你可以做到嘅範圍。咁你哋嘅幸運水晶呢，就係彩兔模樣指數有4粒星。至於白羊座嘅大家啦，呢段時間咧，白羊座係屬於命運跟住你走，你要跟住命運走嘅時候啦，你好快咧就會知道上天或者宇宙嘅旨意俾你係想做啲乜嘢嘅。哦，原來佢想做你 A 嘅，原來佢想你做 B 嘅，甚至原來你想做 C 嘅，等等。咁面對命運呢，我哋唯有咧跟住佢走一趟先，睇下會即將發生啲咩事。另外啦，白羊座其實咧會有小人噶，而且一有小人嘅話咧，一定係比較勁嘅小人嚟噶，佢甚至咧會影響你嘅職業生涯啦，甚至係愛情啦、友情啦、家庭嘅小人都會出現嘅。如果白羊座你本身係有秘密嘅話咧，可能呢個秘密就會俾人發現噶啦。咁都係嗰句啦，究竟白羊座好運定唔好運，就睇下你平時點樣做人做事啦。咁你哋嘅幸運水晶呢，就係極光23，陽數有4粒星。至於今個星期過得安心嘅星座呢，只有2個嘅啫，分別就係金牛同埋摩羯座啦。先講金牛座嘅大家先，金牛座嘅朋友，你哋嘅守護星呢，已經去到你哋嘅人際關係位置啦。咁所以呢段時間呢，你會遇到好多人，而且呢係好多好人嘅，對你會比較友善啲啦，願意靠近你啦。咁你有啲咩事嘅時候呢，都可以用少少嘅人物去幫到你唔少嘅。又或者呢，有啲人呢特別想照顧你，特別想幫助你。咁記住咧，呢段時間好好利用一下你嘅人際關係啦。咁當然啦，你嘅事業咧仍然係有危機係需要處理噶，而呢啲危機咧可能係關於數字啊、財務方面嘅。如果你本身唔係做呢行工作嘅話，咁就要留意一下你自己個人嘅使費啊、投資啊等等。你可能會發現一張半張嘅 credit card bills 咧係完全唔對數啦，又甚至咧可能俾人盜用咗信用卡等等。又或者咧可能你嘅保險啊、你嘅屋租啊、租金啊，可能突然間飆升咗好多，你又唔發覺。咁記住咧，呢段時間咧要多啲留意你自己嘅支出啦，同埋收入去減少你破財嘅情況。咁你哋幸運水晶呢，就係和田玉，人數有3粒星。至於摩羯座嘅大家啦，呢段時間呢，你會接到好多好特別嘅任務啦、工作啦，一時咧可能你就做 reception 啦，一時可能做清潔姐姐啦，一時咧就可能做秘書啦，一時咧可能做 sales 啦，一時咧可能做文職啦等等。總之咧，所有嘢咧都好似咧變化得非常之大。明明你請你翻嚟咧唔係做呢個職位，但係咧就要做埋其他職位嘅嘢。咁我會建議呢段時間呢，雖然有好多突發性嘅
痛苦嘅 task 要你去做啦。咁但係咧呢段時間亦都係好好咁樣去將自己定位，例如你係百足咁多爪，非常之犀利，一個頂10個嘅。咁如果你嘅工作係可以顯示到你一個頂10個，咁你梗係唔使擔心你嘅工作運啦，係咪？咁你哋嘅幸運水晶就係彩髮晶，人指數有3粒星。至於雙子座嘅大家啦，呢段時間咧，所有你發生嘅問題咧，大多數都係嚟自其他人嘅，即係豬隊友啊、豬同事啊、豬 partner 啊等等啦嚇。咁而你咧仲要去配合佢嘅喎，咁所以你嘅工作量又會好大啦，你需要處理好多細節啦，甚至有好多瑣碎嘅嘢啦，甚至可能唔關你事嘅嘢。甚至係唔關你事嘅嘢，你都可能插埋一隻腳咧，幫一幫手等等。咁你記住啦，呢段時間咧，所有嘅雙子座都係要有犧牲、奉獻、幫助人嘅精神嘅。雖然有時咧，你會發現，哇點啊？呢個同事有眼噶嘛，係嘛？唔係盲噶嘛，咁都睇唔到，咁都咁錯。甚至可能有時，喂點解個同事唔見咗、失蹤咗嘅？完全係聯絡唔到嘅喎。咁所以呢段時間呢，的而且確對於雙子座咧係一個好麻煩嘅時期嚟㗎。記住啦，所有做嘅嘢要一而再、再而三、3而4、4而5咁樣確定 confirm 係啱嘅。如果唔係嘅話咧，可能到時咧就唔係你聽錯啦，可能係對方講錯啦，又或者可能對方因為咁樣咧而害到你、影響你。咁記住啦，捱埋過水逆之後咧，雙子座會好翻啲嘅。咁你哋幸運水晶咧就係黑極光，人指數有2粒星。至於巨蟹座嘅大家啦，最近咧非常之忙到咧，連你嘅健康問題咧都變成你好忙嘅日程，包括咧你可能會去想做 body check 啦，可能你會安排一啲養生嘅活動啦，譬如做 yoga 啊、Pilates 啊等等，又或者可能去做下物理治療啊。咁呢段時間咧，你覺得好多嘢咧都應該要注意一下你嘅健康先嘅。我都非常之同意巨蟹座需要照顧自己健康㗎，因為你嚟緊嘅工作咧實在太忙碌啦，忙碌到你身體健康嘅問題咧都會全部湧現啦。可能你坐得多就會腰痛啦，可能你用得多眼就會有乾眼症啦，等等等等。咁記住啦，呢段時間一定要平衡一下你嘅工作同埋你嘅身體健康嘅重要性。咁你哋嘅幸運水晶呢，就係拉長石，人指數有2粒星。至於獅子座嘅大家啦，呢段時間呢，獅子座係需要低調噶。咁如果本身獅子座喺過去係有做得好嘅地方呢，咁呢段時間就唔使擔心啦，因為呢段時間呢，完全係業力嘅問題嚟嘅啫。之前做衰嘅嘢，而家就爆煲。如果你本身有小人嘅，就會攻擊好多。本身你可能有啲埋下咗嘅炸彈啊，有啲秘密想收埋嘅呢，可能就會俾人發現啦，甚至越爆越大啦嗰個炸彈。咁所以呢段時間呢，都係嗰句噶啦，譬如做多啲好事啦，做多啲扶多啲阿婆過馬路啦，係啦，讓下座啦，等等等等嘅，透過你做嘅好嘅善事，你嘅善心呢，先會積翻啲福報，令到你冇咁差嘅。咁你哋幸運水晶呢，就係黑太陽，指數有2粒星。至於處女座嘅大家啦，呢段時間呢，可能屋企上面會比較多嘅問題需要你去處理。而嗰個問題咧，你又未必太可以講俾其他人聽，搞到咧你個內心咧就谷住好多嘢煩啦。例如可能父母可能身體唔舒服，令到你好擔心啦，可能你需要花啲時間去照顧佢哋啦。甚至咧部分嘅處女座可能成日都瞓得唔好噶，可能成日天光先瞓得着啦，或者搞咗好耐，可能4、5點先瞓得着啦。再加上咧你工作上面咧又非常之多需要搞啦，可能你工作嘅內部問題有好多問題產生啦，可能有啲同事偷懶唔做嘢啦，可能好多同事臨年尾啦，放好多假，搞到你咧要幫埋嗰個同事份啦，等等等等嘅嘢，屋企、工作、自身，哇3邊都燒住你，咁啊呢段時間咧，處女座只可以同你講一聲加油嘅啫。咁你哋幸運水晶就係藍晶石，陽指數有2粒星。至於天秤座嘅大家啦，呢段時間天秤座係非常之 feisty 嘅，包括咧就係佢好 feisty 喺呢一個工作方面啦，好希望咧要建立一個效率啦，你哋嘅目標係好明確啦，係為咗某啲嘢咧而去做嘅。咁但係咧，雖然你非常之 feisty 啦，咁但係咧所有嘢咧都好棘，因為水逆啊嘛，做嘢又好棘手啦，同事又唔幫到手啦，老細甚至係多埋怨啦，多諗法啦，仲要5時花6時變啦，非常之急啦，非常之趕啦，你都唔知點樣交功課俾佢等等。咁呢段時間咧，對於好多天秤座嚟講咧，完全咧係嗰種叫做有志難伸嘅嗰種感覺，係你係好積極，好想做好佢嘅，咁但係真係咧好多嘢棘住，再加上咧你哋身體健康咧絕對唔係講笑噶，你好明顯咧就會 feel 到咧你哋嘅身體健康咧越嚟越多問題。
可能有人成日咳啦，咳咗好耐都未好啦，可能成日瞓得唔好啦，可能突然間心肝脾肺腎唔知邊度發生咗啲小問題等等嘅嘢啦。咁所以呢段時間呢，天秤座仍然需要注意好你嘅身體健康。咁你哋嘅幸運水晶呢，就係坦桑石，有少少有2粒星。至於天蠍座嘅同伴們啦，呢段時間呢，好簡單嘅啫，2個字破財。你一定會使好多錢，例如好似阿 I 咁樣，最中意咧就係唔等，我係好唔中意等嘅，非常之唔中意等巴士。為咗唔等巴士，為咗唔好浪費喺巴士上面嘅時間搭的士，咁你又嘥咗好多車錢啦。好啦，因為你想快，所以咧你就決定加快去俾急單費用，都係想要快。OK， 可能你好想有效率，想快啲收到某啲嘢啊！我唔等嗰啲乜鬼嘢雙11啊，唔等嗰啲咩聖誕節優惠，唔理，照買，仲要用貴啲嘅價錢。咁所以呢段時間呢，我希望所有嘅同伴們，大家個銀行個零都足夠你去使錢啦。因為呢段時間呢，你的而且確會因為效率值唔值得投資，想快想好而花好多錢嘅。咁你哋嘅幸運水晶就係彩幽靈，人數有2粒星。至於雙魚座嘅大家啦，呢段時間咧，你哋同獅子座咧係非常之相近嘅，都係睇下你過去做成點嘅啫。如果你過去累積得好嘅話，當然就俾人哋大揭啦、升官啦、加人工啦、稱讚你啦、欣賞你啦、推舉你去一個更好嘅地方啦，甚至咧可能會有獵頭公司嚟拿捏你啦，等等嘅。咁當然啦，如果你衰嘅話，咁就會好多人唱衰你啦，擺你上 Thread 啦，可能擺你上 IG 啦，IG 會見到你啦， Facebook 會見到你啦，廣告甚至都會見到你啦，甚至好多 YouTuber 都講埋你啦，等等。咁所以呢啲嘢咧，全部都係因為你過去需要承擔。咁我個人覺得啦，既然已經事實擺在眼前，你都駁斥唔到，而你過去又真係做咗某啲嘢，你係需要承擔嘅。咁過去嘅嘢既然承擔啦，嚟咗啦，解決咗，咁我哋先至會有新嘅開始。咁你哋嘅幸運水晶咧就係和田玉，人數有2粒星。至於人馬座嘅大家啦，人馬座咧同處女座都比較似嘅，就係瞓得唔好啦。非常之瞓得唔好啦，又好糾結啦，又好唔舒服啦。不過你哋同處女座有啲唔同嘅地方咧，就係你哋嗰個糾結，你哋嗰個瞓得唔好咧，唔係淨係單純係關呢個屋企事嘅，你哋反而咧係因為好多人對你有意見，身邊有好多小人成日都俾到好多說話你聽啦，而你又真係擺咗入心啦，甚至可能你屋企人都對你單打啦，又或者你暗中咧總係隱約咧覺得有股黑暗嘅力量咧喺你周圍度包圍住你啦，搞到你嘅人咧都非常之負面。咁呢段時間咧，我會覺得的而且確咧係其他人對你嘅睇法咧係會令到你非常之唔舒服噶，甚至咧你可能咧冇可能唔聽佢哋講嘢噶嘛，有時你可以戴住個耳機當聽唔到就算啦，但係又唔得喎，你偏偏又真係要聽佢哋講嘢。咁所以呢段時間咧對於人馬座嚟講咧負面能量非常之困擾。咁我會建議咧放咗工就唔好諗咁多啦，翻工再諗啦。咁你哋嘅幸運水晶就係紫晶，人數有2粒星。如果想買你哋嘅幸運水晶嘅話咧，歡迎嚟到阿 I 嘅 online store iCrystalHK.com 嗰度慢慢揀，又或者咧 PM 阿 I 等阿 I 介紹俾你都得。咁記住落單嘅時候咧，就用影片中嘅 promo code，大家咧會有幸運水晶嘅優惠㗎。好，咁今日嘅本周星座咧就到呢度啦。記住 Please stand behind the yellow eye，我哋喺 IG 或者其他影片 YouTube 度再見啦，拜拜。